喺希律做王嘅時候，耶穌生在猶太嘅伯利恆，有幾個博士從東方嚟到耶路撒冷。希律王萬福，我哋三位咧係東方嚟嘅博士。請問你剛剛出生，將來要作猶太人王嘅嬰兒喺邊度？因為我哋睇到特異嘅星象，而家係刻意嚟朝拜佢嘅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伯利恆野外嘅牧羊人夜間值班看守羊群，忽然有主嘅榮光從天上四面照着佢哋，牧羊人就好驚。忽然聽到天使嘅聲音：不要懼怕，睇下，因為我為你們帶嚟一個大喜的訊息，係關乎萬民的。因為今日喺大衛的城裏，為你哋降生咗一位救世主，就係主耶穌基督。呢個小兒孩就瞓喺個馬槽中，就係俾你哋一個記號。忽然聽到一大隊天兵同天使讚美神說：我哋到伯利恆去睇下所有嘅事，就係主話俾我哋知嘅事。